是阿翔。专家有智慧的，果咱出来只有5个人。来到本节目挑战阮的题目，过五关拼奖金上侪35000，请各位你揸上去哦。好，今来介绍咱2队的来宾，这边吼是咱吼保护咱的人，嘿，警察先生啦，好，今来咱国咱台湾的好警察。咱的队长吴队长，队长好。主持人、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少年队的队长，叫阿安队长就好。最近咱的诈骗案件太济咧，所以我今日带到打诈台北队的队员5个人，差不多5个，因大家拢会讲到咱的大家人拢会讲到一个诈骗的手法。咱的观众朋友若有其中有听到这个手法，恁都要保持警觉，以免讲咱辛苦赚的钱哦，拢叫骗骗去。有影。无唔对，这嘛是咧提醒我，讲咱咱的民众，嘿，即马有电话啊、什么话啊，拢唔通接哦，吼，嘛唔通甲回哦，嘛唔通去回哦，迄种足恐怖的啦。是，好来介绍咱的队友哦，吼，来队友。大家好，我是中治第1分局警察员刘燕如。今日要甲大家讲的是，你今日要找头路，你伫网络顶悬看到免经验轻松赚，就当赚大钱，这有可能就是骗人的哦。好，欢迎你哦，来讲说你。嗨，各位专家有地位的好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南港分局，我是黄巡官，大家拢叫我大哥啦。我今日要带来一个咱防诈骗的宣导。咱即摆吼网络投资的足济，咱袂用贪心，贪心想贪，咱就变鸡男啦。好，欢迎你咧，感谢大哥。来讲说你。大家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内湖分局罗秋文。我今日来甲大家提醒，接到电话叫你去 ATM 分期付款，迄拢爱注意，迄拢是骗人的哦。好，来欢迎你，搁杀入去。主持人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4分局警察队警察员周江景庭。你受这啊？是。我恁较早厝边啦，我阿婷啦。是。嘿，最近手头较暗呢。哎呦，哪安尼？是要借偌济啦？上好愈济愈好啦。安尼哦，我问阮那个阮后生一个啦。是。再见。有影，哎呦，厉害！对，咱都要这里欢迎。有影。是。好，感谢你，欢迎哦。我来，今晚换恁这边啊。是，咱这边是上好的警察。对。阮这边是上水的花蕊，欢迎咱的上水的花蕊。啥人叫做上水的花蕊咧？这是一个好消息，要甲大家讲啊。咱的公司第2台有什么会咧？每礼拜日暗时6点，是啊啦，礼拜6吼爱问因啦。早时11点有重播。是。14台，公司第2台14台。我是阮这个社区吼，阮是主委啦。主委扫入去，够有其他哦。好，来，搁介绍入去。讲到这就足大条，我是李长嘛。李长嘛。红刷蔡依林。恁兜嘿，红刷蔡依林，恁兜的代志就是阮兜的代志。你拢要管就对啊啦。对，我若无用，就是我的卡小。好，欢迎亲妈。好，来搁扫入去。哇，这位遮水着，这是。谢谢，我是欢喜社区内底时尚辣妈牛油兰。好，欢迎你哦。欢迎油兰姐。来搁扫入去。我是咱幸福里欢喜社区的内面的营养算饭师。算饭师。对，我来当教大家安怎食饭较健康。譬如讲，你囡仔食饭袂开鼻，啊是大人胃口无好，拢会当来问我。我嘛是社区照顾咱大人健康的营养师。这好嘞，这好嘞。这社区真好嘞，管东管西，营养嘛爱甲管一个啦。真正诶。好，欢迎你哦。好，来，搁刷入去就真重要啊。因为每一个戏拢爱有一个导演。有影。是这导演，大家看起来应该真面熟，但是我袂叫伊唱歌。来，北东诶，欢迎北东诶，大家好，我是这个社区的导播。导播啦，导播。我伫这个社区每一个所在，我拢有装监视器哦。我伫啦，我伫我的管理室内底看像表现了较好，啊我的画面拢可以哦。好，今晚要顾咱的是啥人，你知无？是要顾咱的台语。老师，好，今来介绍咱的台语国文老师。欢迎咱的林淑琪林老师，掌声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淑琪。学台语当时行，会讲会听，互你百面摇。好，今日拢爱上风，拢一定爱赢啦！
路。好，今日的第一回合资格赛开始。4字斗一字，主持人出题目，题目有4个字，但你拢会当甲中间的答案斗出一个台语词，只要斗出正确的答案，就会当得到分数。上尾啊，分数上悬的家庭就赢咯。嘿，4字斗一字。大家做伙想。嘿，4字斗一字是要安怎斗咧？是安尼中一个。对，无错无错。到底是什么字？譬如讲，我来出一下迄个题目讲的，譬如讲，什么悬？什么悬？什么诗？什么面？啊，中间共一字，头一字共一字。顶。哦。安尼对。对，顶悬、顶面、顶诗。哦。所以呢，要中间一字哦。啊，咱若写出来了哈，甲用一个造句安尼甲家己讲出来安尼，吼。啊，毋过咱分数是要安怎算咧？咱这回合有3题。3题。分数较悬会使得到奖金5000块。加油哦！记得甲5000块摕起来哦。好，我要出题哦。来，小妹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什么厅、什么台、什么路、什么道咧？哦，厅台路道哦。好，来，咱请手答。开始写。好，来，写完这个字哦。好，来。哦，这边。较紧。好，检查。母乳。哦，母乳。来做一个句子。讲一句完整的话。我之前捌咧查囡仔上介意的，就是伊的职业就是母乳。这个时代，大家拢需要人陪啦。你讲出心声，无唔对啦。真是查囡仔若温柔哦，会甲你讲心事，安尼就好啊啦。对。好来，母乳来，搁刷落去咧。舞蹈。哦。舞蹈。吼，我今日看到咱李秀姊啊，伫遐舞蹈跳迄个吼，足水的呢。哎呦，感恩呐！这厉害啊！好，感恩。好来，搁刷落去。今日来参加这节目，在这舞台表演，互大家观众朋友看，安尼好不好？好来，搁刷落去，上尾一个舞厅。舞厅。啊，阮吼，即摆吼八大行业吼，尽量大家唔好去。尤其是疫情时代，大家莫去舞厅啦。你舞厅吼，一寡传染病足济啦。是。尽量劝讲大家吼，莫去舞厅啦。无唔对，讲了真好哦。我问老师安尼对唔对哦？吼，来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真啱。看分首先。恭喜得到1分哦。好，咱来听老师来解释哦。来，老师。好，这条算迄个，互大家着啊激头脑者吼，其实真简单吼，迄个就是咱的舞台嘛吼，啊加舞厅、舞女、加舞蹈，啊拄则咱这对已经解说了真清楚，我想我就免甲加解说，因为拄啊拢是花台共同词，就是伊的用字和咱的华语的用字拢是一模一样的，嘿是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什么手、什么嘴、什么房、什么白咧？哦，手、嘴、房、白哦，中到底什么字咧？来，咱请手答。好，记得写。嘿，哎呦，哦，来，好检查。我空手，我爱做菜啦，去共偷摕物件。哇，你唔好空手做菜啦，会使搁改无？啊，不要紧啊，你搁继续落。我去共偷摕物件，因厝内底无物件，所以我空手离开啦。哦，好，啊嘴。空嘴。空嘴哦。啊，就跋倒以后，我空嘴就会流血啊。哦，是搁刷咧。啊，不倒以后，我就会空白啊。哦，讲了真好。好，来，搁来，搁一个哦。咱阮吼当警察当去一寡无人住的所在空房吼，当发生一寡无辜老人啊，是寡内底住，所以阮足注重这个户口的查，所以空房嘛，拢爱查啦，是阮警察，是。是，好，讲了真好。好，来，我问老师哦，老师，安尼对唔对？对。好，来分数。恭喜得到第2分哦。来听老师解释。好，来，这条就小可较困难一点嘛，有无吼？来，第一个空手，在咱手内底无物件啦，吼。比如讲，咱若去别人要去人兜做人客，啊，唔通啊啦，空手去，吼。啊，第2空喙就是咱的伤口，吼。好，啊，第3这个空房我哋啊补充者，伊其实有2种意思，一个是啥？
空的房间，哈，比如讲啊，你要来阮兜佚佗哈，啊，阮兜有啥？有空房通互你住啦，哈。啊，第二是啥呢？是迄个空柜，哈，就是讲红晒无滴的啦，哈。啊，比如讲画红伞啊，规年透冬拢伊甲外口咧走动嘛。酒空房。对。啊，查某人知影呐。酒空房，所以是手空柜，所以有两款意思。啊，最后咱这空白就是腹肚内底迄个无物件嘛吼。比如讲画药啊，咱来安那，医生交代讲爱空白食啊较有效。所以以上4个答案是空手、空喙、空房加空白。恭喜，是好，谢谢老师。啊，咱这边手敢若较慢的吼。这大人迄个动作拢真紧。因为伊就敢若掠贼共。掠贼哦，先甲警察讲者啦，咱甲警察讲者，人讲放水流，你唔免放水流，你小放水者。啊，都麻烦你啦咧。牙关啊，手洗牙关。好，来，咱手啊较紧的哦。加油哦！好，来。小伟，咱请出题。请问什么长、什么拜、什么鸡、什么七的？哦，长、拜、鸡、七，中到底什么字呢？来，咱请出答。感谢你答对啊！来，慧瑞也来。来，迄个头家，头拜。头拜、头七，啊头长，啊做只句咧，是什么意思？迄个阮某咯，袂输敢若我的头家咧。哦，人姐姐，一定爱，代志拢伊咧拍牌啦。哦，一定爱，嘿，过来，过来去。头七的。头七人就是人好势时咯，1到7就是第7天。哦，第7天。人再见了，第7天就头七。第7天是，好，来搁一个。伊头一摆去互因某掠着头长的时阵哦，拢加点点，唔敢讲话，伊拢讲伊咧甲树啊开讲。哦，弟弟拢啊讲出来。讲完啦哦，好来，咱来问老师对唔对哦？吼，来，老师安尼对唔对？恭喜！好来，分数。恭喜得了1分哦，赞。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好，来这条就较愈困难啦吼。是。好，来头长其实有2款意思，比如讲画左囡仔会甲这头长啊那甲长起来，啊，敢若把这一球安尼，哦，这种头毛形，吼，就叫做头长。啊，第2种意思是啥？头绪线索，比如讲啊，这件代志啊，那我三无头长啊，就是我摸不着头绪。好，啊第2个词头摆，比如讲话来宾是头摆来参加全家有智慧，有无？就是第1摆意思，好，第头摆。头家嘛有2款意思，一种是啥？老板嘛，好，啊一种是啥？话查某人会讲啊，阮头家吼，啊今仔日安怎，咧讲伊家己的翁，好，好。上尾这头七，吼头七吼，咱迄个人若死了后，咱一般啦7天会甲拜一拜。啊，头一个第1个7天就叫做头七，吼，因为咱民间传说讲，人若死吼，啊，迄个7天较知影家己已经死啊，啊，伊的灵魂会倒来厝安啊，啊，细行看有无？啊，这丧家因就会伫7天，请这啥师傅来甲念经超度，吼，啊，迄个这就是咱的。头七，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原来咱上水的花蕊是较需要较困难的题目啦。嘿，那上简单无啥物爱讲啦。嘿，上困难的手较紧啦。有影。好，来先看分数，先看咱这边好检查。目前得2分咯。嘿，啊来咱这边上水的花蕊咧。袂歹，嘛有1分哦。啊，不过啊，第一回合的5000，要放因打一人刀呢。放在咱好警察这边，恭喜！好，咱继续哦，好，继续哦，起来的第2回合，手搭定高机。手搭定高机，2队派出1个人来手搭，讲出正确答案的人就会当得到分数，隆重进行5条题目。
定国机。台语安怎讲？哦，咱今日台语要安怎讲咧？啊，咱这回吼合吼，甲两边报告一下，咱有一个外国朋友叫做 Kevin，嘿 ，Kevin，伊吼会用镜头带咱来去全台湾游览，甚至是外岛，譬如讲澎湖啦、马祖啦。啊，但是拄到伊袂晓的物件，就转来问大家台语安怎讲咯。哦，嘿，这边的咱拍的是上水的花蕊，就是咱的市妈，市妈啦，新一代的迄个你听嘛？哎，妈，这边是建材嘞。哦，那引导关谷啦。系啊，你嘛南港的对无？是。大哥哦，嘛是南港的哦。嘿，啊，你落来好啊，给我照顾，爱照顾。安尼嘛，我就无客气啊。啊，谢谢齐妈，谢谢齐妈哈。是。哎，和齐妈照顾真幸福嘞。对啊。嘿，伊什么补品哦，伊拢会叫你食呢。是啊。人足好诶。今天我有听到迄什么干贝的。我去33年拢无嫁翁嘞。咱咧较好，咱咧较好。起码你讲伤紧啊，人会惊啦。你讲伤紧，你讲伤紧，较晚。大哥，你咧队友内面啊，咱咧落啊，咱咧内面个有迄种个生活独身的无？独身的啦，有啦，我对下甲注意。这毋是阮服务的范围，但是我嘛会注意啦。加减啦。好，来手放喺另个顶面，听我请手答，咱才会当试哦。好，好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未了这个你啊，我是你巴西来 Kevin。我今日吼来到澎湖，我这后边吼就是这个所在叫做外安村。外安村的主要就是有钱的人这个大的所在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因这个事业吼，主要就是钓鱼啊，就是掠鱼啊，所以因这事业就是做较足兴盛。所以你看起来这哦，几啊栋迄厝吼，看起来足水的。好，安尼咱来看卖，这有啥物有趣的地方，好不好 ？Let's go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我先甲大家介绍一下哈，我在后边的这个三个石头三仙塔。吼，这三仙塔吼，伊主要就是代表讲吼，住伫遮的一寡查甫人吼，因为常常出海，啊出海后就是常常拄着一寡危险的代志，吼，所以为着要保庇遮的男性吼，遮外安村吼，就是去了这三仙塔。我徛在这个所在吼，就是会当看到规个这个外安渔港吼上赞的地点吼，所以你若来到遮，会当来遮翕一寡相片吼，这才是够赞的。好，安尼我要出题目哦，请问海湾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海湾的台语安怎讲？嘿，海湾哦，好，来手看好，咱请手答。哦，来，起码来，海湾，海湾，确定，确定。好，来，我问老师，海湾对不对？恭喜！好，来分数。恭喜得了1分哦。其实这条题目唔免想伤济，就直接甲用迄个地华语的迄个字用台语甲翻过来就好啊，交换就会使。所以你看咱起码反应足紧，伊马上海湾就对啊。不要紧，咱搁加油哦！加油！你不用慢，咱这边搁加油哦。好，接下来换人。好，咱第2位起来哦，这边是讲营养的，啊，这边是少年队的啦，嘿，关咱少年的啦。是，安过。好，听我讲，请手答咱才会当试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各个证明个今晚要我要甲大家介绍，就是这个渔翁岛的灯塔，伊的外表吼全部拢是白色的。啊，这个目的是为什么呢？因主要就是呢吼，你若伫足远的所在吼，你就会当直接看到这个灯塔。请问灯塔的台语安怎讲呢？灯塔，老师，灯塔对唔对？灯塔的台语咩怎讲？倒一队会当摕到分数咧。咱请出题。各个证明个今晚要我要甲大家介绍，就是这个渔翁岛的灯塔。这个渔翁岛的灯塔呢，就是伫1778年时阵清朝的时阵起来的。啊，恁看卖啊，伊的外表吼全部拢是白色的。啊，这个目的是为什么呢？因主要就是呢吼，你若伫足远的所在吼，你就会当直接看到这个灯塔，所以才是白色的。
好，安尼我来出题目，请问灯塔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灯塔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是灯塔哦。好，来咱请手答。哦，来，关门西。灯塔，灯塔，确定。好，来老师，灯塔对唔对？那会遮咬。来分数。恭喜你得第2分哦。好，来咱请老师解释。我拄则听两位来宾台语拢讲啊足好诶，所以这条题目对因来讲哦，这就伤简单啊啦，直接翻尔，灯塔。谢谢老师。感谢。直翻就好啊啦。灯塔是，不要紧，咱这边紧嘞，加油，搁会付哦。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看大家咧研究检查，这是真好的体力嘞。中正第1分局是天下第1分局。无唔对，恁遐离总统府真近。恁以前有一个考验，就是爱伫恁的迄落分局内面走到落总统府。你讲偌久的时间？你讲3000公尺，你走偌久？3000公尺，我是走13分外。这紧的呢？真厉害呢！中平哥哥，你咧，若是你可能你感觉会几分够？我若走会完了，已经足头笑。时间都唔加算有一段距离呢，真远呢。哦，你车阳顶了，过去搁滑咯，一直冲呢。嘿啊，这真正你看伊安尼哦，体能真好。无唔对，无唔对。我对警察足尊重啊，但是我甲恁讲，因为阮社区中秋节吼要烘肉，所以我即摆嘛袂让手。手下留情。你邀请伊去咯。对啦，当在家啦，咱家拢有诶，南港啊、内湖啊。阮需要奖金啊！哦，原来拼奖金的咧，奖金买吧，买吧。好，来，手哥哥两个点名，条讲请手答咱才会当试哦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嘿，各位观众朋友，我先来甲恁介绍这个所在。这所在吼，就是伫皮湖的三仙塔的附近尔。这后就是叫做地下碉堡。地下碉堡到底是啥物物件呢？就是以前吼有足侪阿兵哥伫遮，所以遮以前就是一个军事的基地。所以吼，你若来到遮嘛，当翕足赞足趣味的相片吼。好，安尼我先出题目，请问碉堡的台语安怎讲呢？请问碉堡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是碉堡哦，碉堡哦，吼，来，咱请手答。来，中平哥哥，迄个碉堡好做迄个碉堡，碉堡，确定。哥哥，你有做兵无？我有做兵啊。你倒位做兵？我伫妈做。哦，这应该你就会晓啊。不过咱无可能会去讲台语啊。系啊，因为我去啊，我管文书的啦，所以就是无去过过。无去两过了，对啊，无去两过。不要紧，咱试看卖。你讲，搁讲一摆。碉堡。碉堡。好，来，老师碉堡对唔对？恭喜！来分哦。恭喜你得第3分哦，厉害厉害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解释。好来，迄个其实这条题目我请真侪人替我问吼，请平湖的，请金门的老师替我问吼。平湖老师讲因问到的，敢若啥物古堡啦吼、炮台啦，啊，毋过其实古堡和炮台和碉堡其实甲无共吼，啊，所以就是讲这个词其实因无遐接用台语来讲。啊，我请金门的老师甲我问，因讲因拢讲碉堡，啊，毋过碉堡敢若含咱的字。迄音对，吼啊，是毋是因迄字以前对这字较无熟，毋知台语安怎讲，所以因讲对碉堡，嘿，因是安尼讲。啊，迄个若迄种内底有放大炮的，因就讲炮垒，炮垒，嘿，啊，所以迄个咱若无更较好的讲法，我感觉其实咱就会当像拄则咱的张平哥伊讲的，直接甲翻做碉堡。所以我就感觉讲，伊这答案嘛会使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嘿，其实嘛是啊，嘿，而且咱若去倒位佚佗吼，咱嘛通啊问因遐，恁遐的碉堡安怎讲？每一个故乡的讲的拢讲法拢无共。啊，只是讲老师感觉这吼，咱较清楚，吼，直接甲讲碉堡安尼就好啊。不要紧，各有分哦。加油！咱今日换人。我即马较紧张的是感觉讲哦，咱好检查这边即马还未开市，吼，啊，不过咱花蕊的这边啊，吼，已经3分啊，吼，
好，来手放在另个顶面哦，听我讲，请手搭，咱才会当试哦，咱这边爱加油哦。好，好来，咱请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我今日甲大家介绍就是咱这个外安地区吼，有一个较特别的挂包。这个较咱平常时伫咱台湾岛内咧食吼，有淡薄无共款。为虾米呢？你看卖哦，咱平常时咧食的挂包，外口这个皮敢是用白色的，而且外安地区主要都是用黑糖做的，所以我来试看卖这内底有啥物好食的料哦。最好食这个控吧，这个味吼拢有吸入味，啊，还有卵，啊，还有一寡咸菜内底。这配合真正是有够赞的，安尼 QQ 安尼，袂歹食。我来问恁看卖，伊白河这因讲馒头台语的讲法安怎讲呢？我先讲哦，唔是馒头，唔是馒头哦，嘿，请问馒头。偏哦，咱在地人的台语是安怎讲呢？馒头的台语安怎讲哦？在地人讲的哦。好好来，咱请手答。来，有人这。我之前敢若捌人听的馒头。馒头，馒头，确定？来，老师，馒头对唔对？这条较困难，歹势。对，好来机会，总算咱有摕到机会啊！好，不来。头。我甲提一个，伊其实伊的概念唔是为馒头，伊较认为这种物件做出来、发出来，拢叫什么？米包。米包，确定？确定。好来，老师是不是米包？你会这个？来分数，容易咱得到1分开机咯。好，咱来请老师解释哦。来，老师。馒头其实咱台湾多数的所在拢讲馒头啦，啊，这个平湖因的讲法确实真特别。我甲问因讲，啊，恁的馒头和台湾这边的馒头吼，我甲问遐个老师讲，啊，到底有共无？伊讲是共款的，是共款的，只是因的讲法无共，因叫做面包。哦，啊，你若去金门话讲的，甲无共，因讲面头。面头，这就是咱去演趣味的所在，所以你著去到金门啊，讲我要买面头，啊去平湖讲我要买面包，啊伫咱台湾其他的所在讲我要买馒头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恭喜，恭喜，恭喜啊！不要紧，咱3分稳稳啦。好，来，咱搁加油哦！好，嘛是甲拍手嘛是袂歹啦。好，今日来换人。哦，上尾啊一位啊！加油哦！拄啊，迄面包、馒头对面包的讲法，这大家拢有想到无？无咧，无想到吼。好，来手放在另个顶面，听我讲，请手答咱会当试哦。好，好来，咱请出题。各位观众朋友，恁看卖哦，这道菜刚看起来，敢若普通，这都是啥物菜龟啊？无。这是平湖菜龟，为什么遐尔特别呢？因为平湖这个风吼较大，所以这菜龟吼食起来会较脆，会较甜。我先来试看卖哈。味吼足新鲜的啊，食起来有足脆、足好食的。啊，不过我今仔日要来出的题目较无共款哦。平湖人家吼有一句俗语吼，就是叫做“你这个人吼，那遐尔啊平湖菜龟。”这平湖菜龟到底是啥物意思呢？请问，互人讲平湖菜龟这句话译起来话是啥物意思呢？哦，平湖菜龟译起来话是啥物意思呢？好，来，咱请抢答。哦，停的。我又是讲这个人较刁滴啊。刁滴。哦，你这人做平湖菜龟就是刁滴。好，确定哦。确定。好，来，老师刁滴对唔对？刁滴都唔对啊，歹势啊。这敢唔是学落的哦。好来，别当的。应该是讲这个人讲话细念。细念。哦，10念的对吧？哦，好来，老师细念对唔对？细念的，甲拄只甲解说过，迄个较对，迄个10念就对啊。10念就对啊。好来，分数。恭喜你到第4分哦，袂歹。来，咱请老师解说。
是安那是咧形容一个人杂念，吼，杂念就是细念的意思啦，很唠叨啦，吼。因为这平湖菜龟伊是安尼，长长，啊有10个棱角，啊一个棱角咧叫做一念，啊伊拄有10个，所以叫做杂念，伊形嘅杂念，啊伊嘅海音就是咱的这个人很唠叨，足杂念的，所以讲你这个人足平湖菜龟呢有够杂念的啊，逐项都念，安尼念袂煞安尼。来，咱请回，咱来看一下分数。台湾好警察。哦，袂歹哦，开车得到1分哦。好，啊那咱上水的花蕊咧。哦，得到4分哦。好，啊1万块的奖金你倒一边。这回啊，1万块的奖金还有咱的上水的花蕊。不要紧，咱继续个拼哦。好，进来咱的第3回合，斗阵拼输赢。斗阵拼输赢，拢总有5条题目，两队家庭10个人斗阵上台回答，若是答唔对，就会失败。进行5题了，最后生存落来较侪人的家庭就赢咯。好，这个回合吼，就是10个人同齐来完成这个代志。没错。好，我要出题啊哦。好，好啊，爸，来，小妹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社会上骗子真多，你敢知影倒一个词唔是骗子的意思 ？A. 变神啊 ，B. 老啊 ，C. 土公啊。拄啊，家己底下写一粒土公啊，这样准是。土公啊来讲就是咱伫讲捡骨的时阵，迄种叫做土公啊，其他2个拢是骗子啊。较早讲啊，这个老啊啦，这个变神啊，哎，拢嘛安尼讲。正确的答案是。即马诈骗真正大家爱注意哦，倒一个词有无骗子的意思咧。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，爱记了甲题目看好清楚哦。唔是骗子哦，唔是骗子哦，嘿，变神啊，老啊，好来，土公啊，应该拢知影吧？大马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来，请起答。确定全部都一样吗？哦。哎呦，来哦！这应该是大家拢真对啦吼。我来问一下阮安尼啦，安尼你拄啊，家己底下写一粒土公啊，这样准是。土公啊来讲就是咱伫讲猛者要捡骨的时阵，迄种叫做土公啊。啊，其他2个拢是骗子啊。好，啊，起码你感觉？我感觉是。这个土公啊，唔是骗子啊，因拢较早讲啊，这个老啊啦，这个变神啊，哎，拢嘛安尼讲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，正确的答案是。是。恭喜大家！恭喜拢对，好，这边5条命留落来，嘿，咱上水嘛是5条命留落来哦。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说。来，咱今仔日的来宾，台湾好警察，就是来甲咱宣导，唔好去哦，这啥一寡这变仙啊，也是老啊，去互骗去。所以变仙啊，甲老啊，这2个词拢是骗子的意思。啊，土公啊，拄仔咱的来宾哦有解说到吼，其实伊有2种意思，一个就是因拄则所讲的，伊当作名词来使用的时阵，是咱咧处理啥伫墓地咧处理丧葬这代志的工人。好，啊，另外一种意思，伊当作形容词来使用。好，比如讲，咱形容一个人啊啦，个性较土直，啊，咱讲这个人啊啦，哦，个性袂输土公啊咧，还是讲这个人吼土公啊是，嘿，啊，所以这条的答案无骗子的意思是土公啊。下一题。好，来，小妹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一粒雨等死一个人，是形容台湾什么款的天气呢 ？A. 西北雨 ，B. 黄霜雨 ，C. 蒙啊雨。好，恁有10秒的时间，嘿。一粒雨等死一个人，哦，等死哦，等好死安尼等死一个人，哎呦。好，来5、4、3、2、1，请起答案。7类，嘿，不要紧，
风险甲分开就好啊。A。哦，这边是 AABAA 哦。是啊，那这边敢有确定有把握的？对啊，这尔把握。是我来问一下吼，来问诶。黄绳啊，好，我听过许多人讲，就是沙巴河的意思啊。是。我嘛是安尼想。问啊吼，无可能拍死人啊。系啊，啊恁黄绳河着，咱阿文讲啊，我嘛捌听过人安尼讲。好，我来问一下，来饲妈。黄绳啊，吼，因为我这几天听妈妈讲，迄黄绳啊，拄啊是安那，拄啊伫黄绳啊，吼，甲我压着啊。啊，所以吼，较变安尼落汤鸡安尼，啊落汤鸡嘛死白伊嘛是。啊，不过黄绳啊，吼，敢若较厉害咧。是，啊，不过你的北档的就无共啊咧，北档的你选 A。西北河感觉就是落较凶，落落一阵啊，就无去啊。哦，会讲弹啊，会讲拍会疼迄种的就对啊。诶，无听到，无听到是饲妈哦，安尼就全部大家再会啊。好，咱来看一下哦。是。正确的答案是。这边啊，起码你先休困一下。好，来一粒雨会等死一个人，表示这雨落了呐，足粗佮足大的。啊，咱台湾热天的下晡拢会落啥？西北雨。西北雨伊就有这种特质，有无哈？话来的来，啊话停的停，啊个人啊，热的时阵啊，这雨啊较粗佮大嘛，哈，所以迄个才会讲一粒雨。但是一个人，吼啊，什么是黄绳啊？雨咧，吼是咱迄个5、6月的时阵，吼迄个春夏交替的时阵，就是咱的梅雨啦，梅雨有无吼？伊雨较无遐大。啊，伊会落真久，安尼黄绳，所以叫黄绳雨是梅雨的意思哈。啊，这个蒙啊雨就是很小的雨，蒙细雨，哎，所以咱这条的答案是西北雨。好，来，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伫咧60年代，逐户人家拢有一个假药包，你敢知影内底是底什么咧 ？A. 保养身体的中药材 ，B. 亲人的病历 ，C. 急救用的便药啊。好，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是。嘿，假药包哦。嘿。哈，是保养身体中药材。嘿，也是讲咱的亲人的病历，也是讲咱急救用的便药啊。好，来，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。来，咱请是答案。来，这边是 C，这边嘛是 C。我来问一下，阿如，你感觉是 C？队长讲是 C。哦，队长讲啥，咱就讲啥。你从我来讲吼，我记那时阵，因为我就做这种物件，啊，所以人拢迄个有这思维来顺，啊，看你哦，咱若不倒疼，咱就摕不倒疼的药来食，啊，伊拢来顺，啊那。药啊无够，伊会甲你补充，啊，所以就是急救用的药啊。是，哦，这真正是因为以前的年代啦，是迄药房啊，是啥拢无。交通无发达啊，医生搁少。无唔对，是，啊那咱这边来问一下。对，因为做囡仔时阵，阮兜嘛是，阮兜住高雄的庄脚，啊，就是看医生无遐方便，啊，迄时阵健保嘛也袂有，所以每一个人厝内拢有一包这个药包啊，会当。譬如讲，真正腹肚疼有 OK 棒啊，还是迄个药膏啊，系啊，草药啊，嘿，退烧药啊，基础的对啦。较方便。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，拢 C，嘿，9个拢是哦，哈。好，咱来看一下，正确的答案是 C。哎呦，拢真熬哦，比死呢。底下这两队的来宾是还拢足厉害啊。对啊，这题目对你来讲是简单啦哈。好来，咱台湾的这个假药包的文化是伫日本时代甲民国60年以前。迄个真流行的哈，啊是因为啥物啊？是因为迄阵的咱的这个医疗资源较欠缺，啊交通较无利便，所以才有这种假药包的文化。啊药袋啊内底有啥物的？就恁拄则讲的有无哈？感冒的啦，哈，啊胃肠无好要食胃肠药啊啦，哈，啊甲迄个比如讲咱有当时切掉啦、弄掉刺伤啦，哈，这种外伤的药啊啦，哈。好，啊迄个这个
业务员吼，伊逐个月拢会来你的药箱啊，甲你顺看看吼。啊，伊来是看啥？看讲你迄个食偌济药啊去啊，啊含你结一下小者。啊，二来伊就是甲你甲补新药啊，还是看药啊有过期无？哎，所以这是咱迄个年代迄个对，这个假药包。所以咱的答案是啥？急救内底藏的是急救用的便药啊。加油哦！加油哦！哇，咩哪？关系着2万块哦。唔对哦，奖金哦。好，来上个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有真侪特殊的路名，你敢知影倒一条有名的路是用人名来号的 ？A. 蓬莱路 ，B. 凯达格兰大道 ，C. 人生北路。本来吼，咱较少听到，可能这就代表有一个人的名来号的路。啊，人生感觉人生较有姓人的一个名。这个人生都有。谢你们。换生伊的名叫做新北，这一个林新北，这个人有可能。哦，有影。这题拼2万块，倒一队会赢咧。好，来，恁有10秒的时间。人名用人名哦。这有困难哦。用人名来号哦。这款这咱警察甚至较了解。嘿，因为伊来管地区啊。对，伊拢在地咧。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来，时间到。来哦，咱请起答案。哦。哎呦。CACC 嘛是较有淡薄仔无把握吼，来看者 CCCAA， 这边是 CACC， 安尼，你选的是蓬莱。蓬莱路，因为来讲蓬莱吼，咱较少听到，啊，可能这就代表有一个人的名来号的路。啊，B 的部分就是讲，因为这是迄个原住民的，甲改做较早是介绍路嘛，啊，咱甲改做开闸，个咱到是。原住民的道路的一个族嘛，啊 C 的部分是 C 的部分就是拢选 A 甲 C 啦，啊人生感觉人生较有姓人的一个名，所以阮才3个。因为阮两个拄仔你讲哦，因恁应该会较了解，因为恁已经爱知影遐地形嘛，对啊，看地图嘛，嘿啊，这应该这由来应该恁会较清楚。来，注意，你选的是人生，对吧？因为吼，我看着这个人生都有。谢你们，是咯，我有影咧吼，嘿，无唔对哦，无人说换生伊的名叫做新北，林新北，哦，正对，这一个林新北，这个人有可能。哦，有影。啊，咱这个咧，你嘛感觉是款啊，对啊。主意安尼讲哦，我就照伊的意思，我是凭我的感觉啦。你讲。蓬莱，敢若怪怪的，我就可能想要食红来。台湾小红来，先倒啦。无定就伊姓王咧，叫来乐的。来乐，蓬莱乐，有影哦。正叫哦，大家拢会讲变哦。我即马徛咧你这边的北档的，北档，蓬莱路。因为我是感觉吼，这3个答案，凯达格兰大道。这4个字应该是凯达格兰族的族名。啊，林森北路这个答案就上简单啦，所以我又是蓬莱咯。哦，有道理。有当时简单嘛无好骗哦。因为蓬莱我有听过是在来米、蓬莱米，嘿，反正都是人名。嘿，啊，不过伊安讲嘛，正好是因为一个姓。哦，林嘛。嘿，到底是哪一个咧？好，咱来看一正确的答案是。是，恭喜，3条命留落来，3条命留落来。这条有较困难一点嘛哈。好，我先讲迄个林森北路啦哈。好，来，这个林森北路是即嘛咱台北市的中山区、中正区迄块位啊啦哈。伊本来叫做九大街。吼，啊，想要改做林森北路是伫1968年的时阵，吼，拄好是捌做过咱国民政府的主席林森，伊100回生日，所以毋是林森北哦，是林森，姓林，大名叫做森，吼，林森，吼，伊100回生日，所以专啊甲这个九大街甲改做
林森北路，是为着要纪念伊吼。好啊，这个恁拄则讲较济是迄个加达格兰，吼，加达格兰大道吼。咱知影迄个加达格兰是咱原住民的一种嘛吼。啊，以前自早台北盆地上早的住民就是啥？就是加达格兰。啊，伫1996年的时阵，迄阵的台北市长是咱的前总统陈水扁先生，吼，为着要啥？要表示对原住民因的历史文化的尊重，所以就甲总统府头前迄条介绍路，甲改做加达格兰大道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哦，真趣味，个这个故事真趣味。好，来，咱即嘛，咱来看一下分数。是。咱好警察这边。啊，还有3条命。嘿，啊那上水的汇率咧？嘛有3条命。啊，先讲起来，咱的迄个奖金2万，两边拢会使得到奖金2万块。好，不过咱好警察他给你偌济？25000块。嘿，啊那咱的上水汇率他给你偌济？有3万块。不过不要紧，3万块就要去也摕奖金嘛。啊，不过会当摕成我唔知啊。还个比者。嘿，不要紧，咱来看因会当摕成去无？是的。好，好，进来咱的小记，我来排。俗语我来排，当中有5组的题目，大家轮流把正确的俗语排出来，出的票数就会使换做现金，1票1000块，奖金就互恁全家揸回去。嘿，俗语我来排，大家做伙来，今晚奖金偌济？奖金有3万块啦。所以3万块是几秒？都有30秒啦，1秒1000嘛。1秒不过我惊会袂付呢。对，因为一开始就靠秒啊，对吧？所以佮提30秒，好冇？变30秒。30秒哦。好，来咱排一排。请排一排。第一位中面哥哥，第2位青马，好来排落去哦。加油速度紧，通啊互相提示哦，拢了解会使甲讲，会使甲讲。好，来，请开始。来起来。起来。开始啊！有一好无安怎，无安怎，无。这个后一位，学到什么特质？后这个过来，靠山安怎？靠水会得。刷会得，刷会得，刷。刷会得。啊，不是你得，这个得啦。刷会得。啊，这啊，这个。修理美女啊，小弟啊，这个，什么是扮主？竞赛，已经足厉害啊，吼，足厉害啊，哈！第一个有一好无两好，咱定讲世间事安那，有一好就配一个，啊无两好通相排，意思讲。伊就无两全其美的哈。第二，学乐家的特质哈，比如讲咱今日两队的台语哦，拢足好啊，表现足好的，大家讲啦，学乐家的特质哈。第三，靠山山会爬，啊靠水水会搭，所以爱靠啥？靠别人无靠，爱靠家己上介好哈。第四，收烂收利利，啊明年互你招小弟，吼以前迄个农业社会嘛吼，啊拢安那。重男轻女啦吼，所以希望人啊，甲生后生啦吼，所以招小弟吼。上尾咱的饲马有无？甲竞赛安那当做是啥？伴主咧听读吼，所以竞赛是伴主，啊，恭喜！哦，谢谢老师。哦，来记得看奖金哦。是。咱今晚还有几秒？咱今晚还有18秒啦。哦，奖金是偌济？18000块，恭喜！老师马上会来哈。好，咱今晚今日去颁奖。哎呀，恭喜哦！颁奖，来，18000块啊！会当行吧啦！来，不要紧。今日吼，虽然阮这边无赢，阮的好警察无赢，阮趁着宣传，好啊宣传，甲大家讲是3马会，足恐怖的啦！来，不管你伫网络还是电话接到任何的消息，一定爱一听二挂3叉正。阮拍炸台北队，赞啊！哦！爱记哩哦，今日的
谢谢咱的顾问老师。感谢咱辛苦林淑琪林老师落来喽。专家有智慧，到顶拼台语，我哋大家拢欢喜，再会。拜拜。谢谢中明哥哥，谢谢海雄哥哥，再过来，谢谢兰姐，谢谢，感谢贝。